佛。如果要做最好的自己的话，我不能看着别人，我要做最好的自己。Okay, now the third word here is be the best you. Now, be the best you doesn't mean that you have to be the best. 第三个字是最好。Now, this might sound a little confusing to you. 是不是有一点搞不清楚？ It just means that you just give as much as you can. Give your 100%. 你不一定要 perfect. 你不一定要 perfect， 你要做自己，做尽力而为。You know, just try your best. Try your hardest. And if that's not perfect, if that's not 100, that's okay. As long as you did your best. 如果不是完全十全十美的话，没有关系，只要你尽到力量。So remember, be the best you. Don't try to be anybody else. 记得做最好的你，而不是做别人。And then be the best you. Just try your best. You don't have to be perfect. 你不见得要十全十美，可是要做你最好的你。And if you remember those two things, well, I think then that you will be a really great person. 如果你能记到刚才那两项的话，你一定会成为很好的人。Okay, so remember, be the best you. 做最好的你。谢谢 Kendo， 再次提醒我们 be the best。我们不一定要做，每一次都要做 number one， 但是尽力的做最好的你自己，把跟昨天的你来相比，你比昨天的你更好，就已经是好了。OK 啊，跟别人比都会挫折啊，每天担心，但是跟自己比会更加的有进步。OK， 当我们愿意成为最好的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带给环境、带给周围的人一些很多的帮助，也有很多的提醒，也使你的环境、你的关系都会更加的健全起来啊。所以我们下面呢有一首歌要跟你一起分享，也是我们自己在这1-2年之内，我们这个团体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提醒，就是怎么样成为一个 Be the best you in Taiwan。我们就可以 transform 那个台湾的状况，在黑暗的地方，我们可以点燃一束光芒，照亮这个社会；也可以在冲突的当中，我们带来和平；在竞争的当中带出爱。OK， 希望我们也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我们就能够带出一个爱的家园出来，让台湾可爱起来。笑容的脸庞，猜猜你的体温，初夏
星光可爱起来。生根，让爱在这里生长，让希望可爱起来，我们衷心期盼，让爱在这里生根，让爱在这里成让你跟你旁边的同学说，兴国有你真可爱。非常谢谢今天有这个机会来到新国，我们也介绍一下工作教室的我们的 slogan，A friend for life， 一生的朋友。我们不是只有教英文，我们也希望成为你们的朋友。是的，那么我很希望呢，能够跟你成为朋友，继续来跟你保持联络。所以现在我们要送给每一位可爱的同学一份礼物，就是有一个书签，还有一张回应卡，是需要同学们你们帮我们填下。请问你们有没有带笔来？太好了，现在请班长出列来领这个回应卡跟书签，然后请班长很快的把它发下去。你们的回应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哦。可以将你们的建议写在那个回应卡上面，请你们将你们的姓名、地址还有电话可以填清楚，然后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联络。请同学班长能够很快的帮我们把它发下去。同学用很短1分钟的时间帮我们填写好了以后，再请班长一起收集，拿到前面来交给我们的老师。然后当我们在唱的同时呢，接下来我们会请同学一起唱一首歌《A Friend for Life》，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好，所以就在我们在唱的同时，就请同学开始帮我们填写一下回应卡，再交给班长。We want to thank all of you, the teachers in the back, the administration, for inviting us here today. 我们很感谢后面所有的老师，还有联络这次英语活动的同工。We hope that we can be your friend for life. We hope that after we leave, we can still be your friend, that you'll contact us through an email or come visit our 希 website. 望能够成为你们一生的朋友，请你们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也希望收到你们的来信，或者很欢迎你们能够到我们的网站上面去留言给我们。As you're filling out your forms, we want to sing one last song for you today. And I hope it represents our heart to you, that we want to be your friend for life. 最后呢，我们要用我们的心来把这首歌献给你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你们一生的朋友，也希望你们也能够成为我们一生的朋友。谢谢。
谢。如果说班长收过来，然后你们有跟我们借笔的话，也请你能够传给班长，请班长拿来还给我们，谢谢你们的合作。现在请班长就帮忙我们开始把笔还有回音卡传回来。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once again. If you have a minute after the program to come and say hello, we'd love to say hello and talk with you for a moment. Thank you once again on behalf of all the teachers in Heavenly Melody. Goodbye, everyone. Goodbye, goodbye. 谢谢，再一次感谢所有承办这一次活动的老师。那么同学，如果你等一下这个课堂结束了以后呢，你有一点点时间的话，老师他们，我们英文老师非常乐意在门口那边跟你们握握手，跟你们 say hello。那么请你们就现在就将这个回音卡传给班长，班长可以收集到拿到前面来。请你们记得，我们今天跟你们分享的是什么 ？Be the best you， 做最好的自己。很盼望再一次能够很快的跟你们见面。